后来乡亲啊，继续是震动的消息，来看郭文泰，这几天是泰甲中央来屁相。伊讲伊进前去南部的基层行一抓，感觉老百姓的生活实在真惨。郭文泰讲，伊若选无赢，台湾就会完蛋，就是台湾的去了了。郭文泰阁讲，民进党政府执政7年，这个笑面看起来哪像真好看，但是其实是做假笑。我讲安尼袂得啦。这个行政院是大动作来回击，议长陈建仁气呱呱，甲郭文泰呛讲，莫随便抹黑，讲郭文泰对政府的预算、对政府特别预算的编列遮尔啊无知，互伊是真怀疑郭文泰是毋是有迄个能力会当来换国家。柯文哲称南部生活太惨，他不赢台湾会完蛋。不要信口雌黄哦，随便做不必要的抹黑。美郭文泰无知识，行政院长陈建仁轮袂落啊来解决，因为郭文泰最近为着钱和中央伫咧对上。进前才美蔡政府真正执行效率真歹，即摆阁为着形象问题继续伫咧抢。郭文泰人民财顶抛出市场大积极，讲检视审计部2016到2020年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已经执政7年的民进党政府，除了债务成本6700亿，收入扣掉支出各有4474亿，笑面看起来之后真水，其实根本是透过领先全球的特别预算做假笑出来。政府呢从来没有做假账，而是呢柯市长一直在说假话。政府任何特别预算的编列呢，都是经过立法院的通过，而且还有审计部的这一个后来的这个核算的审核。我们是拿审计部的资料来讲话，今天是讲审计部要把那个行政要打审计部，是不是？政府的预算还有特别预算的编列，竟然如此的无知，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也很怀疑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做很好的政治的治理。我的 report 是有问题。那他是怎样？要不要现在是行政院出来指责审计部的资料不对是？正义嘛，记咧讲，蔡总统2016年就任了后，2018年到2020年度，拢用细小的执行真好，无共借钱。当期的债务增加数，含前总统陈水扁时期的一条4923亿，到前总统马英九的一条7344亿，这7年以来，敢增加4350亿，是这几年上少的。应该是先有计划才变预算嘛，前瞻计划。我们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你怎么是先编预算再写计划？我们也要来均衡整个全国的南北的平衡，所以才提出前瞻建设这样的一个计划。陈建仁和基本上态度真硬，要让真正医生的战场继续奋发。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